大家好，我是 Harriet， 我是土生土长的大湾区人，我可以熟练使用标准的普通话，也能用粤语跟大家交流。除了多年的教育辅导经验之外呢，我还有接近10年的学生中文和英文的课后辅导经验，帮助很多学生顺利升学。我的教学理念是因人施教，我会以学生的语言基础、学习目标为出发点，根据不同学生的年龄、个性、学习节奏和兴趣点，采用个性化的方式，帮助学生更自然、更自信地说普通话。在我的中文课堂里，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日常会话、趣味拼音等等。我相信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先喜欢它，然后在不断的练习中进步。希望我的课堂不仅能帮助学生学会普通话，也能讓他們喜歡普通話，用普通話表達自己。期待在 Harriet 的課堂上遇見你。YOA 嘅英文、葡文、普通話，而家仲新加咗西班牙文，都有免費試堂，快啲嚟領取啦！